你知唔知其實肚腩出現嘅位置已經話俾你知身體邊度出事呢？好多人都覺得自己肚腩大，原來肚腩喺唔同位置脹大，其實係有佢嘅原因同埋唔同㗎。第一，肚臍以上大嘅話呢，呢種多數都係食多咗、少運動、胃口大，成日食到個胃頂住晒，久而久之咧就撐到越嚟越大。第二係肚臍周圍大，肚臍附近肥咗呢，通常都係腸道入邊有太多宿便、垃圾同埋積聚咗嘅毒素，搞到個肚腩突出嚟。第三係肚臍下邊，即係小腹位置突出，呢啲咧多數都係濕氣重，成日覺得下腹腫腫脹脹，唔排濕只係會越嚟越大。第四，腰兩側嘅肥，成日都覺得新陳代謝慢，好容易積住嗰塊肉，甚至帶物塞住咗。每個肚腩都有唔同嘅警號。如果你想改善，要對症下藥，唔係淨係做 sit up 咁簡單。你屬於邊一種肚腩呢？留言你係第幾號，同我哋一齊分享下。記得 share 呢條片俾朋友，一齊認清肚腩嘅來源啦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